各位家長，你哋好啊！上次咧教大家用 DeepSeek 整呢個不公詞填充練習咧，已經係2個月之前嘅事啦。嗰陣時條片啊好受歡迎，多謝大家支持啊！今個月咧，黃老師就想教各位家長用 DeepSeek 啊整呢個呈分試模擬試卷。嗱，整呢個模擬試卷出嚟咧，我哋要分開2個步驟去整嘅。第一咧就先整咗閱讀理解嘅部分先，跟住再整呢一個語文基礎知識嘅部分，即係嗰啲標點啊、重組句子、修辭等等。點解要分開2部分去製作一份卷出嚟呢？咁樣呢份卷係會做得更加仔細嚇，更加詳細，同埋 DeepSeek 咧會更加明白你嘅要求。我覺得分開呢，即係我反覆試驗過好幾次啊，分開張出嚟嘅卷呢，質素係會好啲嘅嚇。好啦，嗱，事不宜遲，我哋首先呢睇下閱讀理解部分點樣整咯喎。又係同上次一樣啦，先進入呢個 DeepSeek 嘅界面啦。你要輸入指令話俾佢聽嘅，時間關係我就預先打咗出嚟俾你哋睇啦。嗱，你係一個香港小學中文老師嚟嘅，教6年級呈分試班，請按照附件嘅閱讀理解設計一份閱讀理解練習俾學生溫習。我附件嘅呢一啲截圖係咩嚟嘅呢？其實就係我隨便揾咗一啲我自己做嘅閱讀理解嘅練習出嚟，開俾你哋睇下。嗱，就係一啲閱讀理解嘅文章啦，題目。2篇，我俾咗2篇閱讀理解嘅文章同埋題目俾佢嘅家長們咧，你哋可以攞翻你學校老師俾嗰啲閱讀理解工作紙，又或者係考試卷，如果你哋有留低嘅話，你可以影低俾 DeepSeek 噶嚇，影個閱讀理解嘅文章同埋影題目。當然你影得越多咧，佢就吸收得越好啦，因為咧我個指令咧就係叫佢按住呢個附件嘅內容深淺度去設計嘅，所以咧，如果你影得越多咧，佢可以參考嘅嘢就越多咯，出得就會越符合你想要嘅模樣噶啦吓。另外咧，都要話俾佢聽，閱讀理解需要包含乜嘢部分噶喎。我就要求佢出3篇嘅，每篇字數幾多字，適合咩年級嘅學生。當然啦，嗱，你唔同程度嘅學生你自己去調節啦吓。你5年級你咪少啲字咯，4年級再少啲字啦。文章咧需要有運用成語、修辭手法、說明手法、描寫手法等等。為咗令到佢更出嘅嘢更加貼合我想要嘅嘢咧，我仲會落埋每一篇係要啲咩文體嘅。因為有時候你哋想要貼老師出啲乜嘢閱讀理解文章題材咧，你哋可以睇下嗰幾個單元老師教啲乜嘢文章題材就得噶啦。譬如，有啲學校6年級上學期係教緊抒情文嘅，有啲學校咧6年級上學期係教緊人物描寫嘅，閱讀理解就好大機會會出翻老師喺課文教過嗰啲文章題材噶啦。嗱，咁我寫埋落去咯喎。第一篇咧出說明文，第二篇出描寫文，第三篇出說明文。另外，我仲要求佢每篇閱讀理解咧要有詞語填充題2題，選擇題3題，長問答2題。俾埋答案同埋解說我，成個指令打好之後咧，佢就會生成出嚟噶啦吓。嗱，呢個咧係佢生成嘅部分嚟嘅。佢出咗第一篇說明文，嗱，你見到咧開始有少少問題出嚟啦，係嘛？字數好似比想象中要少一啲喎。一陣間再睇點解決，睇下佢啲問題先。嗱，詞語填充題冇問題啦，喺文章入面揾詞語嘅。選擇題大致都冇問題，嗱，仲考埋說明手法添啊，係嘛？因為我落咗指令叫佢一定要出說明手法，考埋說明手法啦。長問答都冇問題啊，大致。嗱，呢個描寫文咧太短啦，係嘛？詞語選擇題呢啲都係合理嘅啦，考咗修辭手法係咪？長問答都係正確嘅啦，考咗呢個多感官描寫手法添啊吓，唔錯嘅，呢啲係出得題目係幾好，係文章短得滯啫。抒情文啊，都係同一個問題，文章太短，但係佢啲問題都出得唔差嘅，我自己覺得吓，都適合同學去完成嘅。答案解說呢度吓，佢每一題每一篇文章有晒答案，同埋咧有晒解釋噶噃吓。然之後針對呢3篇文章字數唔夠嘅問題咧，我就再落多個指令啦。3篇閱讀理解文章字數唔夠，每篇再加多200字吓。唔知佢對數字嘅理解同我嘅理解係咪有啲唔同啦吓？佢嗰篇咧肯定就冇800字1000字嘅。然之後佢修改咗之後咧，呢一篇咧就真係真正合適俾6年級嘅同學做啦。嗱，見唔見到？即刻啦，多咗啲成語啊，寫得詳細好多，成篇文係咪啊？其實呢個 DeepSeek 咧，佢聰明嘅地方就係你可以按你小朋友嘅能力去調節呢份卷嘅深淺程度。你覺得佢出嘅閱讀理解太淺啦，啲文章啲問題太淺白，
你就直接攞個指令叫佢出得難啲啊，啲答案唔好咁直接喺文章揾到嘅，要分析、要推理、要判斷嘅。你同佢講，咁咧就睇下佢整出嚟嘅嗰個試卷符唔符合你心入面嗰個要求，不斷兩三次咁樣去調節咧，佢總會生成到一份你心目中想要嘅文章嘅。好似呢一套就係啦吓，我都係改咗一次嘅啫，佢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嗱，睇下佢有用成語啦，亦都有用一啲引用喎，係咪？幾好，咁適合小學生去睇嘅。問題繼續係應該都冇變嘅。嗱，呢度描寫文咧都長翻好多啦。呢篇書正文係啦，嗱，呢啲長度咧就適合俾小學生睇啦吓。閱讀理解大致上係咁樣樣啦。佢見到詞語填充嘅部分咧，佢都深咗一啲詞語變翻做啲成語啦，係嘛？嗱，呢啲咧就合適，深淺度合適啦吓。好嗱，大約就係咁樣樣。呢個係閱讀理解嘅部分。生成完閱讀理解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生成下一個部分啦，就係語文基礎知識。間間學校嘅考試卷咧，呢啲語文基礎知識都唔同。但係都係大同小異噶啦，考嗰啲標點啊、重組句子啊，仲有啲咩修辭啊、改寫句子啊等等，考咩部分都唔緊要嘅。但係咧，就請你哋一定要影低張相，又或者有啲工作紙喺度上載上去俾 DeepSeek 做參考，整出嚟嗰份試卷咧，先至會最貼合你學校考試嗰個模式噶。嗱，譬如呢度都係。我啦，又係落咗個指令俾佢喎。你係一個香港小學中文老師，任教6年級嘅呈分試班，請按照學校嘅中文工作紙整一份語文練習俾學生溫習，需要包括以下呢幾部分嘅。你見到我啲指示咧係落得好明確㗎，幾多題標點符號，留空俾佢自己填。重組句子10題，每題要12個詞組。如果你唔打呢啲落去咧，佢出嚟嘅試卷咧會係非常之簡單嘅吓。你可以再按你學校嘅深淺程度去調整我呢一啲咁樣樣嘅要求嘅。詞義、句義、斷義理解各5題啊，修辭手法10題，我就寫到明啦。你要出啲咩修辭手法俾佢？你哋又係啦，睇下老師話會考啲咩修辭手法，打埋落去俾 DeepSeek。你覺得10題唔夠嘅，你出100題佢都做到噶吓。排句成段5題吓，每題咧最少有5句分句噶喎。另外提供答案同埋解說。同樣同閱讀理解一樣，我哋咧必須要上載一啲參考俾佢去做分析嘅。嗱，睇下我上載咩熒幕截圖。嗱，呢啲咧都係我之前派俾同學，我整出嚟派俾同學做嘅工作紙嚟嘅，我都係攞咗呢啲嚟到參考嘅啫。你哋咧都可以睇下學校有咩工作紙，影相俾佢睇。嗱，呢個係修辭啦。重組句子啊，排句成段啦，跟住就標點啊、詞義辨識、改寫等等。嗱，呢度係句義啦，呢啲就係段義理解。我就一張一張咁樣樣影相，上載咗上去俾佢睇啦。佢睇完之後就會開始生成噶咯喎，係嘛？嗱，首先出咗個標點符號，呢個標點符號咧好簡單喎，好短喎，係嘛？睇下一陣間有啲咩指示可以令佢再深化啲呢個標點啦。重組句子就大致冇乜問題，就咁望落去都 OK 嘅，可以做得過嘅吓。詞義辨識出得好好啊！詞義辨識呢啲同義詞，同學的確咧經常撈亂嘅吓。句義理解，句義理解都係正常嘅題目，OK 嘅。段義理解冇問題，出得好好啊吓！呢啲段義理解嘅題目可以適合俾學生完成噶啦。修辭手法係啦，的而且確係有用我俾佢嘅修辭手法嘅。題目都冇大致嘅問題啊，都出得唔錯。最後排句成段啦，排句成段咧，雖然就冇大致問題，但係我同佢講咧要有5句分句啊嘛，係嘛？佢得4句啫喎。嗱，參考答案同埋解說，其實用 DeepSeek 嚟張卷咧，最大嘅問題係標點符號，佢嘅標點符號出錯度咧都比較大嘅。喺綜合成份試卷咁多 part 嚟講，標點符號嘅出錯率咧係比較高。一陣間再同你哋講啊吓，先睇咗後面先，重組句子啦。嗱，其實除咗標點符號咧，其他都冇乜大致嘅大問題。所以針對呢一個問題咧，我咧就叫佢再加以修改啦吓。嗱，我咧就重新上載過一個我曾經喺 Facebook 派過嘅一個免費練習，入面都係一啲語文基礎知識嚟噶啦，而且我就更加仔細明確地寫咗出嚟啦。標點符號5題，每題最少填10個標點。每題最少填10個標點，所以佢嗰個標點符號一題咧就唔會短得去邊噶啦。我仲寫埋要求要有啲咩標點符號，
高小學生成日錯嘅嗰啲我都寫咗落去啦，咩引號啊、雙引號、破折號等等呢幾個特別要考嘅我都加咗入去。但係家長們必須留意啊嚇，DeepSeek 呢個網頁版咧，佢係出唔到專名號噶，佢係出唔到專名號，所以你一陣間就算睇答案咧，佢都係冇寫專名號，佢淨喺後面括弧寫住要專名號嘅啫。然之後喺佢成段都係加咗最少排列5句分句，睇下佢明唔明我嘅意思啦。嗱，去到標點符號咧，呢啲咁樣嘅深淺程度就啱翻6年級嘅同學仔做啦吓，係嘛？比起上面嗰啲咧，簡單好多啦。係呢啲都係大致冇問題嘅，同上面嗰啲係一樣嘅。好嗱，排句成段咧，終於明白我講乜嘢啦，係嘛？真係有5句啦，今次每題不少於5句，排到啦，做到嘅其實。所以其實 DeepSeek 咧，你要揾佢嚟整卷又好，整乜嘢練習都好，其實中英數上佢都可以咁樣樣用㗎。但係我哋落嘅指令一定要明確，佢講一次唔明，你換個第二個方法同佢講過第二次，又或者直接將每一個分項細分嚟出。你覺得成份太多啦，你就直接出一 part 標點符號，出一 part 重組句子，分開唔同嘅部分嚟出。咁樣咧，佢嗰個仔細度同埋嗰個濃度咧，係會針對性好多，會強好多嘅嚇，份卷會優質好多。但係喺呢度咧，我都必須提提你哋，因為呢個係 DeepSeek AI 生成嚟嘅，佢答案咧唔係100%啱。你睇下呢個標點符號就出晒事啦，係嘛？唐代詩人李白字太白，呢度要加專名號嘅地方咧，李白要加，唐代都要加，太白都要加，但係佢冇加，係嘛？佢呢個標點符號嘅錯嘅程度係比其他部分係嚴重好多噶，所以標點符號呢一 part 咧，我建議家長們啊，真係要認真睇清楚，究竟係有冇出錯，尤其是專名號佢係。同埋引號啊，呢兩個標點符號咧，佢係錯得特別多噶。其他部分咧就好值得參考嘅，嗰啲重組句子要讀理解啊、排句成段啊，甚至詞義句意斷義理解，佢都出得好好。唯獨是喺呢個標點符號咧，就真係要多多參考同埋多多留意注意啦吓。嗱，呢一度佢出錯嘅都幾多噶吓。係啦，大約就係咁樣樣啦。同埋咧，佢啲解說咧都幾好，佢會話俾你聽啊，點解呢一個係用反問啊？點解呢個係對偶啊？當然啦，都係有少少咧係有機會出錯。如果有唔明白嘅話咧，你可以問下我噶，又或者你直接叫佢解釋啦吓。問下我，問下學校嘅老師，係咪真係 AI 嘅呢個講法係啱噶？好，今日咧就講到嚟呢一度啦。希望呢一個用 DeepSeek 嚟到生成試卷嘅部分咧，可以幫到各位家長應付，同佢哋一齊應付呈分試啦吓。有咩唔明嘅，再 WhatsApp 問我哋啦。再見。